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孝金讲法师，是珍贵的占督果仁波切弟子。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仁波切这一本英文书 ，Peace， 中文名字是宁静。那这本书呢，总共分成7个章，那每一个章呢有几个小节。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这本书的第8节，也就是第2章的第3个小节。那这本书第8节的就是的前部分。那这个第8节呢，它的标题，它的内容是宁静来自于如果我们做出改变。那这里强调了一点，就是做出改变其实并不需要做出什么天翻地覆的改变，其实改变的是一个观念，改变的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那只要改变了一些关键的看法呢，我们整个世界都会发生改变，但事实上却一切都没有改变。就比如说，你依然住在同一个地方，你依然跟同一个人在一起，那你依然怎么说呢？你所拥有的一切外在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你依然做着同一份工作，那但是呢，你会从一个很忧郁的人，那就变成一个很开朗的人，一切只是就是改变那个观念而已。那仁波切说，其实因为我们常常都活在一些自己创造、自己塑造出来的世界里。这里的关键字在于，那是我们自己塑造出来的，那并不是真实的。所以当我们那所谓的塑造呢，必然是一个，它既然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它必然是一个由条件所堆砌成的世界。所以当我们所认为的那个条件消失的时候，那我们的世界就会崩解。就比如说，我们以为金钱能够带给我们快乐，那当我们失去金钱的时候，我们世界就会崩解。我们以为爱情能够带给我们快乐，当我们失去自己所爱的人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就会崩解。我们认为一家团圆能够是我们最重要的快乐泉源。那如果说当家里有一个人突然就发生事情离开的时候，那我们的世界就会崩解。那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立的条件。那这些条件呢，是堆砌成我们的世界的一个怎么说是主要的支柱。所以这里我们要这里讲的就是它并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话，那每一个人都必然拥有同样的一个世界，但事实上并不是。比如说，你的世界可能是爱情，那他的世界可能是金钱，另一个人世界可能是艺术，那另一个人世界可能是名誉，另一个人世界可能是权力等等。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成立自己塑造出来的世界，所以自己认为能够带给自己快乐的世界。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人做事情肯定是找寻快乐，差别在于他们以为什么东西能够带给他们快乐，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条件。所以最简单，你去剖析的话，你去分析的话，你就会看到我们的世界其实是由我们的条件所堆砌成的一个虚构的一个世界。那刚才的分享呢，就到那里。而且当他说到，如果说我们那么执着的一个世界瓦解的时候，有些时候往往不只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世界支离破碎，我们会连身边的人都会波及。比如说，因为我们太过执着的话，我们的处事情的方式，我们讲话的方式，我们回应的方式，那可能就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伤害。不只是这样子，那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从这样子的一种世界崩解的一个伤痛中复原。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他创造出来的世界，他的眼中只有那一个世界。那当这个世界消失的时候，他也相信，就是他用了一辈子相信那个世界是真的。那当那个世界消失的时候，他也必然相信他的世界从此消失了。那即使别人再告诉他也不会相信。所以那也就这样子，他一辈子可能就这样子毁了。那我们接下去跟大家继续说接下去的内容。
Therefore, when we do spiritual practice, it changes our mind. It's not that we pray more, meditate more, or read more. Spiritual practice changes our minds because it is a change of attitude, of perspective, and the way we look at things. Our perspective changes everything around us, and at the same time, nothing changes, nothing at all. When we apply the teachings of Buddha, everything about how we perceive and react to people and how we talk to them, everything about our emotions, delusions, jealousies, successes, motivations, and enthusiasms completely changes, and yet nothing changes. We remain as we are, and we retain our identity. Male, female, Malaysian, foreigners, we like to eat this type of food, we like to going to sleep at this time, we like to wear this kind of clothes or dress in this type of fashion. None of the external things change, but our whole perspective and approach to these things completely change. 好，这里这3段，刚才说的是，他讲，大概说到嘛，就是说，当我们的世界瓦解的时候，那不止身边的人都会受到波及，而且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康复。他说，投入修行呢，将会让我们的心识发生彻底的改变。那其实这样子的所谓的修行跟我们有没有去祈祷啊，有没有禅修啊，有没有阅读啊，其实没有任何关系的。它其实是透过改变观念或者态度，以及我们看待事情来改变我们的，以及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心识。那观念的改变会改变身边的一切，那与此同时一切也都没有改变，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其实很多都是在于我们观念上的改变。观念上为什么说我刚才说过，你对一切出来的世界，你设定的条件，那都是你的观念，由你的观念所形成的。你认为这个快乐的要素，快乐的，比如说就快乐物质的几根柱子是由什么堆砌成的？那就是你设立的条件。那是一个观念，那并不是真的。所以观念改变了，其实一切就改变了。比如说你设立的快乐的原因，快乐柱子你可能换成从名誉变成一个地位的话，那其实就是彻底的改变了。但同时一切都没有改变。当然我们讲的并不是我们要讲的这个目标呢，并不是这种短暂的目标，我们要讲的是一种持久不变的一个目标。那当我们去实践佛陀教诲的时候，那这持久不变的佛陀目标呢，其实就是佛陀的教诲。所以当我们去实践佛陀教诲的时候，我们不但改变自己看待和回应事情的方式，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的情绪，那我们的妄想，我们的妒忌，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动力和我们的热忱等也都完全改变了。它看似改变，但是其实一切也都没有改变，我们还是原来的自己。你不可能因为一个观念的改变，你就从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女人。你是男的还是男的，你是女的你还依然是女的，你是马来西亚人你还是马来西亚人。那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你依然还是外国人。那你喜欢吃炒面啊，你喜欢吃炒饭啊，你喜欢吃西餐啊，你喜欢几点上床睡觉啊，你喜欢什么样的衣着打扮呢？其实这些都不需要改变，也没有必要改变，就是也不会改变。所以这外在的一切是没有改变的，但我们对于它的观念，我们的看法和做法呢，就会完全改变了。那这是好，我们继续再说一说。20 years ago, we may have dressed to seduce and conquer, and we were great at doing it. We may still dress to impress now, but not for the purpose of conquering or seducing. Perhaps we now dress to impress the people we need to work with or meet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We may have dressed up in the past to attract nice girls in the club. Now we dress up to get a good job in order to support our families. The act of washing, dressing, and grooming remains the same, and nothing about the whole process has changed. What has changed, however, is the motivation behind why we do it and the objective. Therefore, spiritual practice is the transformations of our perspective and how we look at and approach things. 他说20年前呢，就是我们衣着性感了，可能只是为了去诱惑和征服其他人。那今天可能我们还会有同样子，还做着同样的一个打扮，但我们的目的其实却不一样。我们的目的已经不再是诱惑征服了，我们的目的呢，就是
就比如说我们以前打扮自己的是为了去到怎么说呢，到酒吧里啦，到可能到夜总会，在什么地方去影响去吸引那些美女等等的。那今天呢，这样子的衣着打扮，把自己打扮得很好的话呢，目的呢却是去设法让我们的工作伙伴或者是我们有合作关系的人，或者是一些商家能够留下良好的印象，以方便我们去完成某些事情。我们今天会为了去获得一份好工作，来支持家里而好好的装扮自己。虽然说那些过程是一样的，比如说你要把自己打扮得好的话，你必然经过就是可能定时上理发院啦，好好的洗澡啦、穿衣啦、梳理头发啦，那动作其实是一样，一点都没有改变。包括你喜欢上的理发院也可能是一样的，但是这整个过程它却已经完全改变，因为你动机和目的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The study of Dharma itself is not Dharma. Praying is not Dharma. Altar and making offering is not Dharma. Whether you hang around the holy guru or not is not Dharma. Having a great Dharma center is not Dharma. Dharma is a complete turnaround of our attitude and the way we perceive the things around us. Everything else is to facilitate that. As I always stress, and all traditions of Buddhism stress, Buddhist practice is not about offering incense. It's not about having altars or statues, doing prostrations or making water offerings. It's not just doing Dharma work or charity work. Buddhist practice is perspective. 好，这里讲的是一些很关键的，就是很多人对佛法可能不太了解，或者很多人想问你干嘛，就是觉得佛教是一个就是一个偶像崇拜。那我们这里特别说，刚才说了，其实一切都没改变，但一切却已经改变了。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其实修行讲的其实是一种观念，是这种观念、看法或者处理事情方式上的一个改变。那学习佛法知识本身并不是佛法，那这一点跟很多人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认为可能那个佛学博士他就是非常精通佛法的，那事实上并不是。那有些人可能认为那个人很会摇铃啦，很会怎么说呢？很会做各种仪式啦，那就是佛法。那其实不是的，那一切都不是佛法。祈祷不是佛法，学习佛法知识不是佛法，设定佛坛不是佛法，做许多供养也不是佛法。你是不是跟着某一个大师来学法，也不是佛法。你有一个很大的佛教中心，很宏伟壮观的佛教中心，也不是佛法。那佛法讲求的其实是我们彻底去改变自己看待事情的方式和观念，其他的形式呢，只不过是一种方便而已。仁波切说，就像他常常强调的，而且其他的佛教传承也常说的，佛教修行指的并不是供香，或者拥有佛坛或者是佛像，并不是大跪拜，并不是做水供，也不只是去从事佛法或者慈善工作。佛教修行指的其实就是一种观念，那就是一种想法。I'll give you a clear example. There are people in all religions who know all the rituals, the prayers, and how to chant. They attend all the classes and read all the books, but when they deal with people, they are exactly the same as they were the first day they embraced their religion. They are still very mean and are not nice at all.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also people in every religion whose mind transforms as soon as they begin their spiritual practice. From the very first time they hear their minister, pastor, guru, or spiritual guide talks about truth. How can you see that their minds have transformed? They are able to tolerate things that are not bearable or put up with things that they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put up with before. 那仁波切在这里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让我给你举一个很清楚很明确的一个例子。他说每一个宗教呢都有一些擅长祈祷诵经或者是举行各种仪式的人。那有些人参加了所有的课程，出席了所有的课程，阅读了大量的佛法书籍或者是各样宗教书籍。那当他们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呢却跟他们第一天接触这个宗教者是没有两样的。他们的态度依然是
是怎么说呢？是很恶劣的，也一点都不友善。但与此相反，当然还有另一种人，他们第一次接触宗教、上师、牧师或者是精神导师的教诲时，他的心立刻就发生转化。那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改变、已经转化了呢？他变得能够去承受以前所没有办法承受的事情，也能够容忍以前所没有办法去容忍的事情。比如说以前你叫他一整天就是为其他人工作呢，那可能到了午餐时间不吃午餐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不准时吃饭。他以前对他来讲那可能是不行的，那他心识发生改变之后呢，为了别人他愿意这么做。那比如说有些女孩子，那平时她就是可能下个厨房都不愿意的，因为担心自己的指甲装饰可能会受影响，会被遭破坏了。但是当她心识发生改变的时候，她却不惜可能去搬抬一些比较重的东西，就是为了怎么说呢？是为了别人，他愿意那么做，就是不惜甚至去伤害自己的，就是伤害自己的指甲。所以这些他以前没有办法忍受的东西，他变得能够忍受；他以前无法承受的东西，他变得能够承受了。那这就是转化，这就是改变。Dharma is not about other people and whether they are practicing Dharma or not. It is not about your neighbors, friends, or anyone else. It's about your ability to tolerate the situation and people around you. Think about this well. Your ability to tolerate people who are not practicing Dharma, who are not doing spiritual practice, or who are not good people. Your ability to put up with them happily and continuously is Dharma. When you reach that stage where you are able to tolerate so much more from others, what you will exude is not negative energy, but positive energy. Every single person who comes to you will leave you feeling happy. 他说佛法呢是跟他人是没有关系的，也跟他人有没有真正的去实践和修行佛法是没有关系的。它跟你的亲人啊，跟你的朋友，跟你丈夫啊、孩子啊等等都没有关系。那佛法讲求的是你有没有容忍各种人事和环境的能力。你要认真去想，你对那些没有修行的人的容忍度，你对那些对你不好的人的容忍度，以及你容忍他们并跟他们继续愉快相处下去的能力。那这就是佛法。如果说你以前没有办法忍受的人，你今天变得能够忍受了；以前没有办法相处的人，今天能够跟他相处下去了，那甚至是愉快相处下去，那就表示其实你真的有在实践佛法，你真的有因为佛法而发生心识上的改变。所以当你已经能够更容忍他人的时候，你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就不是负能量，而是非常正面的一个能量。那每一个跟你接触的人呢，都会带着一种愉快的心情离开。那其实我们生活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你知道你不想靠近他，你靠近他你觉得那整个怎么说呢，整个感觉是很沮丧的，很消极的。那靠近他你觉得很累。那另一些人呢，却常常让你觉得如沐春风。那你再仔细回想一下，是什么样的人会让你觉得愉快，那什么样的人让你觉得不愉快？那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人，他常常开口闭口都是在批评他人，开口闭口都在埋怨生活，这样的一个人，那必然是不会让你觉得开心的。那说反之，如果说那个人他开口他总是在说别人的好，他总是会由衷的去赞叹生命的美好，那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是另一种态度的人，那你看得出其实他的容忍度其实是非常好。那你跟这样子的人相处呢，你自然会变得就是更快乐和更开心。When you reach that stage, think about how you feel when you go near some people. Some people make us feel stupid. Some make us feel very serious. Some around certain people we feel confused.
Some people make us lose our motivation. We feel very motivated until we speak to them, after which they make us feel uneasy. Those kinds of people brings us down with their energy. Certain people make us feel very angry after being with them for only a short while. We listen to their perspective, how they speak and their views, and it makes us feel uncomfortable. There are also people who make us feel happier after we have been with them. It's not a happiness which arises from just joking around and having fun, but a real happiness which arises because they have given us something new to think about or a new way of thinking. 那时候仔细去想一想，当你靠近某些人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有一些人，当你靠近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是分外，自己是超级愚蠢的。但有一些人会让你觉得很严肃，有一些人会让你感觉怎么说越来越困惑，有一些人会让你失去斗志。比如说你原本可能是充满斗志的，但是跟他们说话之后呢，就开始觉得不自在。因为这些人有一些令人消极的能量，有一些人会让你觉得非常愤怒，你可能只需要跟他讲几分钟的话，你就会开始非常愤怒，而且觉得不舒服。那另一种人呢，却总是会让你觉得快乐。但是这样子的快乐并不是说他特别懂得开玩笑啊，或者是特别懂得去讨好人，那是一种真正的快乐。那种快乐来自于他们提出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他们的思考方式。所以在见过某些人之后呢，我们心里所残留下来的感觉，比如说快乐不快乐、伤心还是困惑的，就是他们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对我们的动机的一种反应。好 ，How we feel when we leave a person, confused, happy, sad or unhappy, is a state of that person's mind that what their motivation is toward us. If you usually feel happy when you leave a person, it's because that person's mind is focused on bringing happiness to other people. On our part, wouldn't it be nice if people were happy after having been with us? We can achieve this if we transform our mind, and listening to the Dharma can help us to do that. We should think about the effect we would like to leave on people wh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us. 那说，当我们在见了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如果通常都能够感觉愉快的话，那是因为那一个人的心呢，一直都专注带给他人快乐。那如果人们见了我们之后，也都能够有着快乐心情，那不是很好吗？那这里讲的就是说，其实这里就是在提示说，如果说你能够怎么说呢？专注于别人的快乐的话，你能够把当你跟一个人交谈的时候，你能够时刻去在乎他的感受，在乎他是不是快乐的，那你也能够让对方怎么说呢？你却变得比较敏感，那你也可能就不会去伤害对方，那你可能让他从你身边走开的时候是带着快乐心情的。所以要说到这一点呢，我们其实要转化自己的心，听佛法或者是跟从佛法的指示呢，是有助于我们达到这个状态的。所以请牢牢记得，我们应该时常记得自己要带给他人的感觉。我们想带给他们什么感觉？那就是他们所能够感受到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常常看不起别人，或者是我们常常想要贬低别人，那这就是我们带给他人的感觉。那在我们面前呢，一个可能不够强大的人，他可能就会立刻觉得很自卑，他可能就觉得自己很愚蠢。所以这是我们时刻要提醒自己的。所以这一章讲的是我们要做出改变，从观念上改变自己。那从观念上改变自己呢，其实就是只需要改变观念，就会改变一切。而与此同时呢，一切都没有在改变。那好，那我们这一节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那在结束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回向。
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上慧名称世，所示佛法心了诸圣教。我愿世世不离真上师，我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之佛地。愿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集，知悉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不知他人之三世，以子相属二之意，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时中皆吉祥。我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济遍十方，上位教法具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性，本常住。好，这次的分享到这里为止，我们下次再见。